那先趕緊來關心巴威風颱，雖然已經離開咱台灣，不過大水河是嚴重損斷新竹的山區，包括尖石甲五峰最大的土石崩塌，也有溪流爆發崩起，連蘇馬庫斯的交通甲通訊嘛攏袂通。也若代替台灣山邊坡有石頭落落來，加在下晡就已經處理好勢，恢復通行。為了安全，尖石甲五峰攏總5間國小，明仔也是依次停班停課。哦，不行，還在流。頭尾高水唔若甲路引起部分路段，甚至去土石流砍去。新竹縣五峰鄉真濟所在崩塌，全鄉攏總507人緊急撤離，一寡所在電力甲網絡全部中斷。我出不去啦！巴威風颱帶來大水河灌入去竹苗山區，10月累積雨量苗栗南莊全台上濟。過來就是新竹縣的五峰鄉有735.5毫米，第67線也因為溪水漲懸，地勢路基沖蝕，道路大面積毀損。我現在位置在67線的2K 左右，目前道路都中斷。這是67線的5.4K 旁方都有龜裂。在尖石鄉累計有60多位有災情，重要的連外道路得一二擴線，宜興大橋邊也因為溪水漲懸，加山區排水沖蝕，地勢崩塌，國家通行不良，互人叫上第一部落的司馬庫斯那親像孤島。昨天到今天凌晨5點呢，完成第一階段的一個搶險工作了。那等水退了之後呢，那我們會辦理復舊的這個工程。司馬庫斯居民有100多名了哈，目前的物資大概還可以維持到2天左右。那我們也在密集的跟司馬庫斯做聯繫。因為尖石五峰真濟連外道路交通受阻礙，閣因為電路無穩定，為着師生的安全，縣政府公告尖石的新光秀巒、石蕊、玉峰國小，也個五峰鄉的桃山國小，5間學校13也是維持停課。代替台灣山小火車鐵軌路電惠山鄉9輕坪崩坑出口，昨日因為山坪崩塌去土石砍去，後個再代替透明搶修已經一檔通車。離我們內灣火車站就是內灣線的終點站，大概500米的地方，那剛好是在我們9重坪隧道出來，所以呢，這個視覺上面呢，因為從暗的地方讀到亮的地方，可能有時候司機員可能沒有辦法看清楚，這個很容易發生危險。那我們將來要建議他。這個隧道是不是可以延伸一下？否則以現在現況來看的話，隨時還有崩塌的可能。連泉正有名的北部鄉本來應該是浸涼的好所在，不過經過風颱損斷，唔那邊的道路崩塌，連泉池嘛叫土梅膏塌去，用看有超過30公分以上。有民眾為得當走來，總講真無奈，嘛也是落水小浸一下。對巴威風颱離開，縣政府也是唔敢大意，表示會加中央專業資源，趕緊搶通，嘛呼籲企業會當多多停新竹縣的農產。記者採訪報道。